膚係反映我哋嘅內在，無論係痕癢、紅腫、甩皮、出水，都俾我哋個訊息，提醒我哋身體、皮膚、情緒都積咗一啲毒素啊，需要去排毒，需要去處理，提醒我哋需要好好咁照顧自己嘅身體，好好保養自己嘅皮膚，好好咁樣愛自己，接納自己。以下係一啲肯定句，你可以跟住我講，但請你真誠咁去講每一句，咁你嘅細胞係會作出回應㗎。開始啦！我接納皮膚問題係我嘅其中一個生命課題。我感恩皮膚問題俾機會我學習愛自己。我願意釋放喺我內在裏面創造出皮膚病嘅需求。我願意放下過去，放下所有負面思想同埋情緒。